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担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但兄弟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大的恩典，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也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感谢你特别疼惜阮台湾，你创造的台湾是一个老年甲美丽岛。你赏识阮台湾人原本良善的本性，你也透过侪前辈的努力，互台湾成做一个民主自由、甲保持普世价值的国家。阮真正爱珍惜现在阮国可会当自由自在，无受到任何政治的阻挡，做伙伫圣殿中敬拜俄罗你的日子。主啊，大圣，我要向你来悔改认罪。你赏赐互阮丰盛的恩典，阮却无活出
香味来吸引人来认捌你。阮常常伫罪恶中过日子，伫有意无意中来得罪人、得罪你。尤其伫家庭，即个原本你赐予阮上亲密、上温暖的所在，当阮离开你的疼远远的时，夫妻袂记起原来的誓约，至到适合。兄弟姊妹之间因为财产分袂平来拆破面，亲子之间因为过头坚持本身的想法，互相隔离，亲人彼此伤害，造成家庭却往往也是阮上伤心的所在。对无够完全的阮来讲，真实的原谅真正是困难。那亲像保罗所讲，我所以爱好，我无去行；我所毋爱歹，反倒去行。但是感谢主，伫无做你的面前，阮通坦然面对，求你柔软阮的心，借着你，互阮有气力去原谅遐会得罪阮的代志，互阮受捆绑的心得到透放。今仔日也是教会所定青年主日，阮真欢喜看到教会有侪侪优秀的青少年，因是教会未来上重要的条件。求主开拆因的境界，大大使用因，祝福因。主啊，即时阮也要互相代祷。阮的肢体当中有人身躯欠安，心灵软弱，求你的灵亲自甲因同在。有人为着经济拄着困难，也是失去亲人，心底操烦的，求你怜悯扶持因。有人服侍拄着挫折，冷心放弃的，也求你对因显明你的旨意，坚固因。阮逐人内心拢有讲袂出的土气，你拢深知，求你着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即时也恳求你临到阮逐人的心内，开阮的耳孔，领受你要对阮每一个人讲的话。也求你抹油伫屏幕水的喙，互伊会当正确传讲你的真理。愿阮诚实的敬拜会当成做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互你欢喜。阮知阮所想所讲拢无够完全，即时阮也要学习主的祈祷文，一声祈祷讲。阮伫天的，阮愿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为是存天理。阮愿心平安快，下列阮的服务，像主阮下列服务阮人，无你阮的运气，对阮咱的爱，因为国、官员、天更拢是所有，大家的支持，阿门。咱继续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6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40页。启应文第26篇。主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兄弟若毋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暗暗困。囡仔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你爱食你的手。
刀无，你爱食你的手刀无所得到的。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你的囝儿围围你的桌，看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咱三甲过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438首，打伫青年时代438首，打伫青年时代，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是青少年的诗班，伊要带咱做伙来学了上帝。伊要吟的诗是：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咱青少年诗班这是咱的国中生尔吼，所以咱真欢迎伊来甲咱做伙来敬拜。
愿主耶稣也诚做咱每一人的牧者。咱多谢青少年诗班甲首长的敬拜团的美团做诚好的服侍，咱多谢因。咱煞接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有2个所在。头一个是旧约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到第6节，伫现代中文译本伫1200页，台语汉字本伫1059页。第二位的圣经是新约哥罗西人书第3章18节到20节，现代中文译本伫312页，台语汉字本伫231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总是伫上主大搁通敬畏的日子来以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老爸甲囝儿女搁一遍和好，便伫我来毁灭即个地。哥罗西人书第3章18到20节。做妇人人的，因着爱顺服丈夫，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做丈夫的，因爱疼痛妇人人，毋通虐待因。做囝儿女的，恁着爱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愿上帝话成做咱的祝福，因为耶稣讲，囡仔听见上帝话，佮遵行的人，真正有福气。信息今仔日青少年牧区培牧师要带来信息是家庭关系的恢复。家庭关系的恢复，请咱注意来领受。要讲到大学生吼，咱今仔是青少年主日，然后放一寡这相片，互大家了解咱的青少年牧区在做啥货吼。
贵却能胜，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却能胜，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愿咱双林教会青少年家做教会未来中心的路幕，你要受上帝恩典，互主来使用，保养伊的救恩。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恩典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知影在这混乱多元的时代，阮需要主耶稣你的话语伫阮的心中。愿上帝你的性格、你信心大能开力，浇灌伫下一代。互阮的青少年会当领受上帝来话语，阮的家庭当恢复关系，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有上帝满满恩典伫伫个中间。因为这个世代是黑暗、混乱，充满着白贼、无真实的话。主，你来到这个世间，要改变一切，你要掌管阮的家庭、阮的教会、阮的社会，甲阮的国家。愿献上阮的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告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今分享是家庭关系恢复，毋知你的家庭关系有好无？人讲无冤家就是好，敢是好呢？无一定吼。咱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拄仔说咱所读经文中间讲，做父母的毋通刺激你的囝儿，免得伊灰心失志。伫这个所在，保罗所讲的，就是讲，若对着咱的囝儿无正确期待，什么是无正确期待呢？有当时咱就讲，比如讲最近考试着无？毋知你的孙还是你的囝考大学，还是考高中的时，考到迄校是好还是歹？还是讲考试的分数有悬还是低？还是找头路的时，有当时会冤家袂？尤其是我听这青少年甲父母对话中间，有当时拄着一个问题啊，要考什么学校、什么科系的时会冤家呢？我叫你读医的，我就要读商科。有当时会这无混乱的中间，但是这期待，你若期待你的查某囝后生照你的期待的时，可能就无一定合主的心意，可能就是冤家。所以保罗伫遮讲。毋通去掠你的查某囝后生生气啊，免得伊失志。即款失志就是讲，有当时上帝创造咱的囝儿无共个性，无共传统，但是你要照你的意思，互你的囝儿顺服，可能伊心内底失志无欢喜，无快乐。伫咧青少年最近要考试的中间，无论是考大学、考高中。因有一个困扰，就是父母对因的期待真悬。比如讲，有考到建中的，我就以早我建中，我的查某囝，我的后生可能就是北一女建中的，敢是安尼？无一定啊。也是讲，我的个性就是较活泼，所以我望我的囝儿嘛是拢真活泼，拄着人真好拍招呼，真有礼貌。这嘛是无一定。上帝创造咱每一人拢无共款。人讲有状元的学生，无状元的这个老师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每一人拢无共款，你无法度期待你的囝儿一定比你较好，也是比你较歹。每一人拢无共款的专长，但是咧，为什么互咱的囝儿失志？就是咱话语中间伤害。还是讲期待甲你无共款的时，你会真受气。但是即款受气，递到互咱的囝儿，可能偏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真消沉、真怨愤；
无气力，感觉世间拢欠伊钱共款。啊，另外一方面呢，诚做骄傲、膨风、自我做中心啊。所以我希望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的款待咱的细囝，也是讲款待你的孙，爱用上帝眼光来看待伊。伫咱的青少年牧区中间，咱鼓励咱的教会青少年参与服侍、参与耶和华活动，为什么呢？每一项上帝创造无共款，你太会知影你的性命、你的个性有啥物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有人诚做领袖，你知影你是领袖吗？若无即个团体中间，你毋知你是一个领袖。若是有人呢，伊的个性是较避暑的，可能伊做音控会当，做这音乐控制、这监听会使，但是伊无都徛伫众人的面前带敬拜。但是倒一个是好，倒一个是歹，对上帝来看拢是好。但是咱有咱的这大人有一款观念讲，哦，这是好，这是歹，这是无好。但是对上帝眼光来看，拢是好。所以咱希望咱青少年无区的这青年，伫这耶和华活动中间锻炼家己，去发现上帝所创造伊上界特别、上界好的所在。啊，伫咱的教会，咱青少年嘛，甲这个美国甲台湾这个冠冕协会有这个合作，就互因做这问卷、生涯问卷的调查，互因做这测验，这题目差不多500几题，写了后。去发现讲，原底上帝创造我是遮尔无共款。比如讲，这有讲到6种这人格特质。这6种的中间，有人你看有一寡囡仔是较顺服，对无？啊，有人是安那，较指使别人去做代志；有人是较那避暑；有人较活泼；有人较较比较中立吼，中立。啊，有人是较那，较怜悯别人，较疼别人；有人是安那，较自由。有人是安那照步来，有人是较谨慎，有人是要冒险，有人是照规矩较传统的，有人是创新的。啊，你知影你孙恁囝是倒一项无？你太知？咱经过这调查、写这问卷中间，这大数据中间，互因发现讲啊，原来上帝创造我是遮尔无共款。你看这图中间哦，你看那中方这数字表示啥？这囡仔是较顺服，但是嘛会当帮助别人，会当领导别人的人。偏向这边的人较顺服的人，是甲人较会当配合。这数字伫中间这种囡仔是会当诚做领袖，嘛会当顺服别人，诚对做伙甲人配合的人。你太会知？经过这测验，搁伫因的生活中间、伫约会中间、伫训练中间，互伊发现。伊家己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比如讲有一寡囡仔是较那避暑的，啊，你互伊搁做交代，安尼刚好，徛伫遐，欢迎，惊都惊死。啊，找份人来都毋敢拍招呼，这甲青少年无青少年毋是无关系，有当青少年是较避暑，无毋对啦。但是吼，有一寡囡仔就是较活泼。即间较活泼囡仔，就是较避暑的，就是无共款。你要选择倒一个科系，选择什么头路，这是爱看伊的个性啊。若是做一个大楼守卫啊，你要选一个较创新的人，逐工受芳受屎，坐伫遐坐调袂？坐袂调啊。所以咱要了解咱的囝儿、咱的孙，因的个性是怎样。照着上帝手术因无共款的所在来栽培因。你讲避暑较好，还是活泼较好？对上帝来看拢是好。有人真有演讲对无？徛伫台正顶，拢袂惊。我看有青少年哦，比我较厉害，徛伫遮拢袂惊呢。我是惊到要死，你知哦？所以你有看到讲，每一个囡仔表现无共款。有人徛伫众人面前的时，就表现真好。哇，讲话行大拢袂惊，这是上帝手术特别所在。啊，这种人适合徛伫众人面前啊。但是有一寡囡仔是徛伫二线、第二线，比如讲
帮助别人啊，啊，就讲调音啊，哦，伫做调音啊，控制遮影响啊，大家看得到伊袂？看袂到，有要紧无？无要紧，伊嘛做到真欢喜。这是上帝手术伊特别所在啊！伊当徛伫遐，伊袂凊彩黑白叮当，会注意专心控制遮影响，伊袂受别人影响，伊专心地去做即项事工。你有知影这囡仔适合做这个头？即种事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但是有的囡仔毋是呢，真活泼，坐伫遐2-3分钟，你叫伊控制吼，3分钟了走去别位去啊！即种就是无适合。所以上帝创造每一个囡仔、每一个青少年，拢是真特别。但是咱咧为着考试开始改变咱的观念，敢毋是？咱着分数，用拍分数，考到什么学校来看这囡仔，甲上帝的眼光来看是无共款的。咱受着社会化影响，一定要建中8一女，还是讲台大，敢是安尼咧？无一定啊。所以，咱在家庭中间，尤其是有青少年爸母，真痛苦啊！因为时常会甲囡仔冤家袂会啊，叫伊往东就往西啊。所以有一项代志，咱来恢复家庭关系。第一项爱了解彼此，互相谅解。这青少年讲这受气讲的话，毋通当作真的呢。青少年时常讲了就安那后悔啊。讲一句话啊，歹势啊，就讲伤紧。囡仔人就是思考无遮谨慎，受到啥就讲啥，这是青少年特质的所在。所以你看受气的话毋通当作真的，也是讲过度情绪化的这口气咱做老爸做老母的毋通听入去呢。你做老爸上无讲道理，你是世界上无讲道理的爸母，你要当作真的无？受气讲的话，毋通当作真的。上帝的话，拜托爱背落来，爱注意去听。有当时咱受气有当时囡仔受气讲的话，毋通当作真的。有当时咱受气的话我拢叫遮青少年讲，恁老爸叫你死出去永远莫回来，这是假的，莫听伊伫黑白讲。敢毋是的？家庭的恢复，你爱了解彼此。有当时咱青少年真受气的时，你莫当作真的是暂时的。第二项，冤家是一个耶稣你毋通冤家，互伊丧失自尊心甲志气。冤家为什么爱冤家？你伫厝内底，你的青少年冤家比较拢较大声对无？咱老人冤家就较袂长辈冤家拢足温柔的但是呢，冤家毋是勉强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冤家的起初是听，将焦点爱放伫理性，毋是放伫理性，焦点爱放伫听，毋是理性专业的判断尔。咱讲夫妻中间时常，讲建国嘛，讲过去过去你安怎啦，气死着！咱做丈夫上爱上惊某讲啦，建国嘛讲过去你对我无好，讲一大堆啊，这就是啰嗦啊。有当时咱嘛是对咱的细囝咧啰里啰嗦对无？我甲你讲第4遍，我甲你讲第5遍，你讲歹听。有当时冤家是无理性的，但是冤家应该是用听做出发点，彼此讨论。所以第3项，你要了解彼此，学习会当更好啊。夫妻中间冤家会当更好无？会使啊。要怎样会当感受到对方甲你讲歹势啦，我做毋对，互感受到对咱的囝儿甲咱的关系嘛是共款。时常有冲突了后，你要怎样甲伊过好？互伊感受到你的听，当时伊会当接受你的听，感受到你的听。这有技巧呢。咱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讲到5种听语言。咱时常听到一本册叫《5种爱的语言》，5种听语言，这时常用无数着用着啥？夫妻中间也是要结婚的人用这本册来甲因鼓励。但是咱的细囝家庭中间，
夫妻中间、囝儿中间、兄弟姊妹中间，其实嘛是安尼。咱来看即本册，伊讲啥吼？伊讲听的5种语言吼，5种方法。即心理学家发现就一个现象吼，人有5种的听别人的方法。头一项肯定的言语，时常鼓励别人讲温柔话，肯定别人的话。第二项特别设计时间，全心全意做伙欢喜斗阵，可能看电影做啥。第三项接受礼物，特别设计会下着对方心意的这礼物吼。第四项服务的行动，用行为服务来传伊的听，来表达伊的听。第五项身体接触，牵手啦，抱抱咱真真的啊，表示你对方的听。啊，毋知你是倒一项？你知影你倒一项无？有人甲你学了，你就买水翘起来，这是安那？头一项啊，肯定的言语啊。有当时咱的丈夫吼需要咱甲肯定着无？哇，你是上界有金甲头的先生啊，老爸哦，你若安尼，也是讲你鼓励你的囝哦，你即个分数考啊袂歹，进步真济。你知影有一寡囡仔，伊是用即种方法来接受你的听的人，你讲鼓励话，伊就表示伊即种方法，伊就让接受，放伫心内，就足欢喜，感受到你的听。即种对伊有效啊，但是你送伊礼物吼，不管你送啥，伊拢无感受到，无效。你送酸椒，互你太太，恁太太无咧插你，就表示讲伊无适合接受礼物啦。所以这5项，你特别设计时间就是讲，做伙看电影，做伙拍球啊，做伙啉咖啡啊，有人就爱安尼了，夫妻中间做伙出去。有人是接受礼物，送礼物哦，我著摕到礼物，我著足欢喜。第一名，我摕到这礼物足欢喜。你甲我讲哦，你考啊足好，你足好，礼物无摕来无效，就是即种囡仔。第4项服务的行动，有当时吼做先生吼，你看有人吼驶车吼，倒车啦，我创啥？开门啊，我较袂晓，拢帮太太开门对无？你会晓袂？你太太来讲，我开门，我家己开就好啊。表示伊毋是即种，伊无需要你服务。有人就是安那，需要你服务即项的，无论囡仔，无论大人吼，煮饭了吼，先洗安那，洗碗、洗地着，碗池洗洗。太太就感觉哇，足温暖的，我先生替我洗碗，表示安那需要别人服务嘛。当你该服务的时，伊就感受到你的听。所以家庭关系要恢复，可能有人真真咱就感受到对方的听。你要用倒一项？你了解彼此，用彼此适合的方法来对待对方，来款待对方。所以伫咱的家里，尤其是你的厝内底有青少年有无？这真正是真大条的代志呢。青少年的情绪啊、身体啊，拢在变化中间。有当时有真济状况啦。咱这前辈拢知影我讲的意思吼，因为你的囝拢已大汉啦，青少年时我怪皮的，足皮的啦。到一只大人的时就开始稳定落来。所以你知影要辅导青少年吼，咱的教会青少年是13岁到30岁，我这range真大，无简单。每一个人都无共款，拢真特别。所以，但是咱有一项爱拜托咱的家长，咱这长辈，伫厝内底咱款待咱的孙。咱的囝，你爱互伊体会到上帝听，对你来听，会感受会到。可能伊是第2种、第3种，可能第4种、第5种。我嘛鼓励咱的青少年，你看你的老爸是倒一种，你转去甲伊好款待，有当时对冤家中间，都开始恢复，彼此怨恨的中间，关系恢复，伫主耶稣的听内面，接受彼此的祝福，甲赦免。第2项是伫真正的听内面听探父母的话。歌罗西书第3章第20节讲，做囝儿的，你着爱时时凡事听探父母，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
其实有一项吼，咱做老爸老母的有一项真重要的任务，就是爱知影，囝儿是上帝所收拾的产业，对无？这是上帝的。咱做老爸老母的是家庭中间的权柄，敢毋是？但是呢，权柄毋是权威，权柄是啥？你爱照顾伊的生活，对无？学费什么人落的？老爸老母啊，出钱啊，啊照顾这个囡仔大汉。但是有一项真重要，你是伊的权柄，但是毋是伊的权威啊。什么是权威？上帝才是伊生命中间的权威啊。有当时咱都袂记啊，这是上帝所收拾的产业，你是暂时管理，你有权柄，但是你毋是伊生命中间的权威啊。你仰望你的囝去做医生，也是做牧师，这是什么人决定？上帝决定，毋是你决定。家庭中间有一寡冲突，就是咱仰望咱的囝儿行这方向，啊，咱上帝若行另外一个方向是，你会当顺服无？所以伫厝内底有一项真重要代志，咱是讲咱的囝儿，咱会不爱顺服咱老爸老母所讲的，但是你爱用真正听，伫真正听内面，你的这囝儿才会当顺探老爸老母所讲的一切话。你爱大心顺服的是上帝，你的囝儿才会顺服你。伫厝内底，咱时常仰望咱的囝儿会当改变，咱来表示咱对伊的疼，互伊感受到接纳。疼是无条件的，敢毋是咧？你互对方感受到疼，疼是无条件，毋是考好考歹啊，毋是考到倒一间学校你才甲疼，是着照着上帝的疼，照着主耶稣的疼去疼你的囝儿，这才是真正疼。伫真正疼内面，你的囝儿才会当凡事来听探老爸老母所讲的。咱家己本身爱先领受上帝来稳定，学习主耶稣的款式。有当时咱在家长会甲问讲：哦，牧师啊，我应该做就做，我就做尽量照圣经的话去做，我就尽量照上帝的话去做。奇怪，我的查某囝儿拢不爱听我讲的，为什么？第二项，真正听需要等待啊，听候啊。你有听候你的囝儿转变无？咱来看圣经所写的经文中间，一个人生命改变，都是有一个过程啊。青少年伊的生命改变有需要一个过程，毋是马上改变。咱想看嘛，咱信耶稣是马上改变信耶稣吗？听到福音的道理，就我就相信耶稣吗？毋是啊，信仰的改变是有一个过程。伫这过程的中间，咱会听候，咱会忍耐，咱会祈祷，求上帝改变你的囝儿。人袂当改变人，上帝会当改变人。真正青少年有当时无听父母的话，甚至无听这长辈的话时，伊毋通生气，伊毋通烦恼，毋通动大，因上帝只有伊的时间改变你的囝儿。真正听是爱听候，主耶稣毋是用听候咱吗？咱天父上帝敢毋是用听候咱悔改来改变吗？来改变吗？以色列百姓上帝竞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不断来犯罪、认罪、悔改、犯罪、认罪、悔改。上帝不断听候以色列百姓来回转，可能是甚至几啊百年啊。拄啊，咱所读的这经文中间，马拉基书第4章第50到第60。马拉基书咱来了解伊的背景。马拉基书是讲到这以色列百姓修掠归回哦，然后100冬了后，你想看嘛？以色列百姓修掠，上帝甲教示，或者其他的民族修掠到别国家，国家毁灭掉，当因转来国家的时，重新起圣殿，重新开始敬拜上帝，这是好代志啊。但是呢，佫开始啊。袂记上帝犯罪，
祭司无照上帝话去教示，百姓离开上帝，无真正敬畏上帝。迄个时代百姓讲：我头有咧，马基这先知甲因讲：恁敬拜上帝无敬虔，恁讲要奉献，但是无照上帝意思。献的礼物是咩？有下数的、前面的、摆卡的，拢献互上帝吗？伊讲祭司讲我无啊。先知讲你无照上帝话教示百姓，教示百姓应该怎样来敬畏上帝？恁讲你的婚姻中间，敢有照上帝话去行吗？伊当阵遮百姓，清清彩彩就讲离婚就离婚，去娶遮外邦的女子诚做因的某。你看这家庭的关系，敢会最好诶？家庭关系混乱啊，乱七八糟啊。但是上帝话安尼讲。总是伫上帝大堂行日子还未到以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去，伊爱互爸母甲囝儿搁再好好，搁再好好。你知影对新约到旧约，对旧约马拉基到新约马太福音是经过400年，400年中间上帝拢无讲话啊。但是上帝有应允，有一天这日子爱到。就是即嘛，上帝已经派以利亚，以利亚是啥物人？加色的约翰已经来到这世间，宣扬悔改福音，宣扬主耶稣基督是诚做救主的福音啊！但咧是开始转变的时阵，对马拉基迄个年代嘛共款，父母的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父母，是因为上帝来改变，上帝来医治，上帝来讨白。望咱每一人都会记一项代志，主耶稣就是要来恢复咱的家庭的关系。你的厝内底，愈侪互上帝来掌管，你的厝就大大互上帝来改变。你的性命有偌侪互上帝掌管，互主耶稣掌管，你的性命就偌侪互上帝来改变，甚至家庭改变。你若无检讨家己，咱咧在座真侪可能是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基督徒，嘛共款啊。马拉基书迄个世代会敬拜上帝，遮以色列百姓嘛拢几啊代啊，第4代、第5代、第10代、第11代，但是伊离开上帝，无敬畏上帝。但是他会当转变的是，主耶稣要来改变咱的家庭。最近咱听到一个新闻讲贺一航对无？你看到这真高讲话这演艺人员对贺一航，大家过去吼可能唔知影，伊是。即马伊人死啊！大家讲哦，伊人最好安怎好安怎好，但是知影拢知影，伊过去偌歹。伊过去吼，捌吸毒、食毒、搬囝、开查某，啥物代志拢做啊！伊后生吼，挡袂牢啊！伊讲哦，已经怨恨，甚至伫壁顶头伫喷擦，讲怨恨这恨这字吼。会互伊老爸老母知影，我呢怨恨恁两个啊！因为吼还未结婚就生囝，一年才见一摆面，一年见一摆面。厝内底吼，嘛无平安欢喜啊！到学校读册时，别人讲笑，甲你笑讲，甲伊笑，甲因囝笑讲，你这无老爸老母的，心内底我哩伤害啊！但是是因为差不多8、9年前。这可以向信耶稣因厝内底才开始改变。我毋是讲伊变得换哩好，就是大家拢知影，伊无共款呢，伊人生无共款，伊价值观无共款，甚至伊甲伊的囝感情愈来愈好，做伙去服侍，做伙去报道会内底帮忙，去教会服侍，是一个开始。人改变人真困难，上帝改变人真紧。主耶稣基督牺牲的疼，
咱着要学习主耶稣牺牲的疼，你的囝儿才会当顺服你、顺探你。主耶稣来到这世间，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死，伊的疼是无条件，伊毋是讲我的门徒表现好歹来决定伊怎样款待门徒。当主耶稣定死的时间时，伊是为着每一个人来死。伊当作是每一个人是伫罪恶的中间啊，哪有啥物好通偏碰的？但是咱在座，咱做老爸、做阿公阿嬷，你对你的孙嘛是爱共款，你对你的囝嘛是爱共款，毋是伊性命好歹，你都要学习主耶稣的款式，用主耶稣无限的疼、稳定的疼款待你的囝儿，互父母的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父母，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伫要上帝，阮是有下属的器皿、器具，阮是有罪的器具。有当时阮得罪你，有当时咱家庭中间有一冲突，为着选学校，为着选这科系来冤家，甚至咱用嘴来咒诅家己的囝儿，互伊失去了志气。打主阮，爱搁一摆虔诚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上帝来改变阮每一在座的每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拍开心门，互主耶稣入去阮的心内，互上帝话充满伫阮的心，改变阮的心思意念，互主来使用，互阮的囝儿会敢滚底咱的骹步，哪亲像咱滚底主耶稣的骹步。愿上帝的信息医治、医治、透放。施恩祝福伫阮的教会，下一代青少年，互伊正对主耶稣的精兵，性格无瑕疵，会当搁新的一代出来，互上帝来大大使用，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感谢彭牧师的勉励，咱煞接过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440首，救主趁我心夭幼稚，救主趁我心夭幼稚，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还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你若头一遍来到阮教会贵宾，请伫阮座位的头前填好留名卡，直接到阮收奉献的即事，互阮来欢迎你，咱即时来奉献。做伙来祈祷，听爱源头创造万米的主宰，阮的上帝，阮知万米拢是你所想事，阮只有感谢你的恩典，阮若有欠缺的求你补足，阮若有剩的，阮通欢喜来分享。但阮献淡薄金钱做教会传福音的路用，上时也代表献上阮徛伫你的面前，遮每一个人，阮领受无共款的恩赐、才能甲生命，通好来采用。愿你感谢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我来报告，现在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周的特别事工，头一项本主日是本会所定青年主日，咱呼吁兄弟姊妹共同来关心本教会青少年的灵命成长甲宣教的事工，互咱会当培育搁较侪青少年会当成做基督的精兵。
因带搁较侪青少年来认捌上帝。今仔阮也感谢青少年敬拜团甲青少年诗班，伫第2场甲第3场的礼拜中参与逐项的服侍，愿上帝赐福因。第2项6月21到23拜5拜6，皮牧师要带领青少年的敬拜团777敬拜团到三芝安养中心举行敬拜团的合一的营会，愿上帝祝福因的行程。第2项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戴汉良弟兄甲张嘉轩姊妹要定伫6月23，后礼拜日下午的3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欢迎来观礼，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第3，管风琴的音乐会，台湾管风琴协会所主办，本会协办的双书一起画琴音管风琴的音乐会，伫本主日下晡2点半，伫这个所在要举行。请咱做伙来欣赏。其他第5页的部分，咱有一个总报的带导的时间。这是为7月初1要正式的开始。伫咱的座位头前拢有放个别代保卡吼，请人会当照迄个说明来填写，互咱有机会来互相代祷。其他第7页团契的消息，今仔日有亚洲团契甲家己团契，后礼拜有迦南团契，请咱弟会当来参加。以上，咱请皮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这是来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咱中间来聚会兄弟姊妹对美国加州回来戴周娜姐妹再来伫这个所在欢迎做伙来参加咱的敬拜。小等礼拜煞咱邀请你去咱的贵宾室咱有介绍教会。个欢迎来宾咱只是来做牧养的代祷，咱做伙来同心祈祷。稳定听阮的天父上帝赐阮即时来祈祷，愿上帝特别祝福咱的本会戴汉良兄弟甲张嘉轩姐妹，伊个6月23下晡要结婚，有举行这结婚典礼，愿上帝你手术即对新人充满着上帝稳定甲疼。互参加的人、甲结婚的人，都领受上帝你来的欢喜、平安甲快乐。互因的婚姻中间充满着上帝大样的祝福，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来影响上帝祝福别人。愿上帝你嘛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有身体强安尼的上帝你亲自来医治恢复。有痛苦的上帝，你来刺激阮的目屎。头办阮，我会当伫上帝话顶头得到安慰、祈祷、帮助，会当活出一个基督徒的香味来荣光主你的名。主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做伙来吟线会诗，圣诗514首。担要线会求主赐福，临时线要请皮牧师来祝祷。担要线会求主赐福，请起来吟。
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疼叹、圣神引带带领，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社阮共受差遣。